后来2个囡仔真冤枉，都奈互妈妈来杀害。早起检察官到殡仪馆验尸体，相关的契母、姊妹啊、伴甲小弟拢有到场。面对着镜头，真低调，无愿意加讲话。但是看这个妈妈的面册，拢是囡仔的相片，写讲2个宝贝袂孤单，看起来是真小囡仔。想袂到，伫小囡仔的背后，竟然会发生这种人间的悲剧。我们只是想关心啦，不好意思。他那个炸妈都害死他了，还有什么好关心的？年桥是地头村并往地检去检视区，伊就是中和招地下相思命案，线索嫌犯的契母。啊，人迄天发现招地下死去报警的手囡仔伴，嘛来到现场。是不是真的生活不好过？地不晚，头淡淡，艰苦甲一直咧哭。无记过家己好朋友开嘴合嘴，拢是囡仔，煞忍心干害死。我说你要不要？我说吃饭了没啊？他说啊没有啊，等一下要煮饭啊，什么啊什么接小孩子啊，那天今天没上课嘛。他说哦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，来再去看完医生。边册顶一张后生祖囝心肝宝贝相片，这陪伴弟弟看故事册，看得出感情真深。包括过囡仔一暝大尺寸，生甲是有够古锥。边册顶真侪记录囡仔的生活。妈妈写过2个宝贝袂孤单，看起来是真疼家己的囡仔，想不到会发生悲剧。家属私底下讲，嫌犯的契母把口控伊和男朋友表结果，囡仔我替你饲，若是嫌犯找到头路就好，想不到嘛是错公呆。要不要出来？我就顺便请你吃个饭，或是包一点吃的，你就拿回去给什么小孩子。你这样讲，我真的是有点毛。上礼拜他还带小朋友出来，我还请他们吃饭。孩子其实就跟一般孩子没有两样哈，整个表现都非常的正常哈。那在学校里面相处也都很融洽哈。因为这单纯的因为刚好是妈妈的经济议题，所以其实在孩子在学校部分其实就如同一般的孩子一样。这第2个人读的国小校长嘛出面受访，强调姐姐伫咧学校表现得真乖，佮活泼，真侪场都拢受到表扬，想不到人生路线去，互大众是看甲心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